祖师爷在上，弟子岳不群，今日收林平之为徒，愿祖宗庇佑。林平之，你既然已经拜到华山门下，就要恪守门规，不得败坏本派之清誉。倘若日后发现你以本派武功在江湖上为非作歹，力斩不赦。是，师父。林平之谨记教诲，不敢有违。好，平之，见一见你的师哥师姐们。林平之，见过各位师兄、师姐。我终于不再是小师妹了。小铃铛，叫声师姐听听。岳师姐。多谢蓝教主，生命相救。收敛心识，跟着我的真气路线运行。平大夫在家吗？平大夫，您医术神通，求您救救我这位朋友。我的规矩，你是知道的。杀人济世，先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求我救人，就要替我杀一个人呐、行。行什么行啊？救我，还得杀一个？开什么玩笑啊？那就请吧。留着。告辞。姑娘，你这朋友视死如归，倒是条汉子啊！这个令狐冲。平大夫，您还认自己是日月神教长老吗？啊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知道老夫的身份？家父人我行。林总镖头是有遗言让我带给平之，是否关于剑谱，在下不得而知。既然是镇南兄的临终遗言，待无人时，你只告诉平之一人即可。奇怪呀，你身上有7道异种真气，这4道是桃谷四仙的，这道是玉沧海的，这弱一点的是那木驼子的。先生一语中的，果然厉害。这道带有寒毒的真气，
难道是冰蚕寒毒跟百种剧毒融合而成？先生果然是神医呀！此生实属罕见呢，非针灸药石所能奏效。那没有办法了。但说，需我待以时日，好好研究一下。你把它服下，可延你100日寿命。3个月以后，你再来找我。他只剩100日可活了。我的伤势已经痊愈了，换血大法果然神奇。蓝教主的大恩大德，东方无以为报。洞内之事，在下绝不敢向任何人吐露半句，以免坏了蓝教主的名节。你想不认账吗？蓝教主这是何意？我们各自的鲜血，在对方身体中流淌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分了。你我2人都有性命之忧，实则前世所迫。我们五毒教最重血誓，今生今世，我也不能再嫁他人。蒙蓝教主厚爱，但我觉得婚姻之事，并非儿戏。你就如此瞧不起五毒女子？难道3生老神丹的毒性还没除净？小小后遗症而已，能保住性命，已经不错了。平大夫虽说可以延寿100日，可谁知道中间会不会再出什么差错？你不如留在这里等他消息。林总镖头托付我给林平之的遗言，我还没带到，我必须回华山。况且若真的只能活100日了，我更得回去看看师父师娘，还有各位师兄弟。田大夫医术高明，一定会想出救你的办法的。无所谓了，人各有命。况且这次能认识你，老天已经待我不薄了。就送到这儿吧。令狐冲若是没死，定给莹莹寻一位如意郎君。告辞。傻子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死的。
这次棋差一招，没能将五岳剑派一举歼灭，错失良机了。那日，你明明可以全身而退，为何要拼死救我？里应外合的计划是我提出的。本教主无意和你们纠缠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取所需。东方少使希望可以和蓝教主联手，一举歼灭五岳派首脑。如果可以拿到辟邪剑谱，自然会与蓝教主共享。好，就凭你这句话，回去帮我转告东方不败，如果他能替我抓到令狐冲，我就答应联手。紫燕的尸身，怕是找不到了。此事过后，你有何打算？先回云南总坛，跟二妹他们报个平安，然后再积蓄力量，找左冷禅报仇。既然如此，那在下……你跟我一起。可是，你敢不去，我就毁了日月神教的黑木令牌。